喂，你見過未出世就俾人判死刑嘅技術未？今日就有單咁嘅奇聞，歐盟啲官老爺竟然喺2025年預先制裁咗俄羅斯仲未推出嘅數碼盧布，即係人哋個 BB 仲喺個肚入面，你就話要拉佢去坐監，荒唔荒謬啊？單嘢係咁嘅，俄羅斯央行本來話9月1號先正式推出數碼盧布，點知歐盟已經急不及待將呢個仲未存在嘅嘢寫入咗制裁名單。官方藉口梗係話要回應俄烏戰爭啦，但係咪真係咁有效呢？呢種制裁就好似你樓下間茶餐廳，因為驚對面街開間新鋪會搶生意，於是今日就走去人哋個地盤度貼張告示，話禁止佢將來賣嘅菠蘿包一樣，完全係自欺欺人。從技術角度睇，數碼盧布本質係央行數碼貨幣 CBDC， 佢嘅交易軌跡理論上比現金更易追蹤。歐盟呢種預知未來嘅制裁，除咗政治表態，技術上根本封鎖唔到任何嘢，反而暴露咗佢哋對區塊鏈同跨境支付嘅無知同恐懼。講到尾，呢啲就係典型嘅官僚造數，用一個未來式嘅罪名去掩飾自己對新技術嘅束手無策。搵食啫，都要用下個腦㗎。班政客當全世界觀眾係水魚，以為出張紙就贏咗，真係笑大人個口。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